網上揾到真愛嘅概率有幾大？有時你以為自己行緊桃花運，其實人哋只係當你係行入嚟嘅財神爺。近日司警接獲一宗報案，一名本澳中年女子喺今年2月22號透過社交軟件認識咗一個自稱定居新加坡嘅男設計師，兩個人傾傾下，好快就變咗網戀情侶。去到4月，呢位男朋友就開始叫事主一齊投資虛擬貨幣，仲叫佢下載一個叫 TP 嘅投資平台。事主好聽話，專登去到香港尖沙咀嘅兌換店買虛擬貨幣，然後轉埋入去對方指定嘅第三方賬戶。初時平台顯示有賺，咁事主就深信不疑，由4月2號到5月14號期間，係咁聽指示瘋狂追加資金，前後累計入咗148萬港元。直至近日想提現，發現攞唔到錢，男朋友又人間蒸發，經屋企人提醒先知出事，總共損失咗大約152萬澳門元。而家案件已經移交咗俾檢察院偵辦。我係 Mr. Miao， 網戀嘅盡頭未必係結婚證書，但係好大機會係轉賬申請書。